糞掃車停佇路邊執勤，女清潔員落車收了糞掃，要行轉去車尾島的時陣，熊一台白色轎車直接弄過來，夾在兩台車中央，當場死亡。風是很大聲啊，蠻快的，至少超過100。總共險啊，那些肇事者。他說他沒有開車啊，他沒有開車。對啊，他說他沒有開車啊。這件車禍發生在台南安平，救護人員出動前往搶救，肇事車輛經警駕嚴重變形，車頭弄甲密密麻麻。死者的男朋友正是糞掃車的駕駛。你跟我放分手水，是，然後現在這就是住所就是要看裡面有沒有回收，然後就背後說。直接重傷。公司也是第一時間接到司機的通報，也是非常難過，非常認真。目前都還是來大概3個月左右這樣。死亡的是23歲女清潔員，家屬趕到現場，面對查某囝的遺體，後加非常傷心。肇事駕駛是48歲的鄭姓男子，腳部骨折送病院。警方到場的時陣，伊還閣規身軀攏是酒氣，酒測高達0.99。經施予酒測值超過法定標準，詳細肇事原因由本分局進一步調查釐清中，予以強烈譴責，並採取零容忍態度，嚴格執法，持續加強取締，以遏止憾事發生。無過家己已經啉甲燒酒醉，又願開車上路，警方呼籲社會大眾千萬唔通啉酒了後開車，共同維護用路安全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